含咱台湾的药房嘛出现着抢药送中国的乱象。指挥官王必胜来证实，国内的普拿疼有人大量咧收集购买。药师嘛讲，最近这个普拿疼有影是真欠货。北京药局头前客真侪民众，大人灌真侪药啊！中国放令封药了后，染药人数变多，大家囤药啊保护家己。啊，这抢药的情形一路拖到香港、澳洲，甚至嘛抢到台湾来。我们台商嘛，大家都想吃那个普拿疼，但是普拿疼呢，大陆好像买不到，所以都拜托很多亲朋好友啊，回台湾哦。去拿普拿疼到中国大陆来。货架顶扫了了，大家拢找无普拿疼这种止痛药啊。买6盒的那个民众的话，他就是要寄去中国的。我们现在是等于是被配给就对了，不是我们所想要叫什么就可以叫什么就对了。药师无奈，干来让这出限买令来控制数量，就和指挥官王必胜嘛讲，普拿疼确实有影无够。目前。国内的普拿疼有出现这个部分的这个大量收购的情形，那么厂商也有反映，那这个现在目前因为这个全球也是供货也是有这个比较紧的这个状况。医生吴兴台嘛，伫咧内面找报文，讲伫咧金门马祖本来就中国人摕台湾人的健保卡领药啊、买药啊，早通去中国，这早就毋是疫情期间才有的代志。就惊欠货归期，哪来那严重？指挥中心呼吁民众莫去大量买去国外，若是有需求，含普拿疼相像药啊，也有真侪种。统计代替用药，可存够5400万粒，以平均逐个月用量2000万粒来算，起码够2.7个月健保用量。不过政府嘛是想看卖，变作解决这抢药的问题，确保真正需要的人找无药吃。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